这中国开发这人工智慧大型语言模型特色有各自泄露记录，行政院已经下令公务机关禁止使用。那司法部长黄岳南也要提醒讲，那这特色 ChatGPT 同款有治安的记录，认为这机密的资料就唔通传上云端，避免互人偷摕去用。中国开发的人工智慧大型语言模型 DeepSeek 引起国际关注，因为有治安等重大记录，行政已经宣布禁止公家机关单位使用，都惊国家机密性资料互中国偷摕。中大云有说云端跟地端的，那地端当然就是你自己能够控制你的资料的流通，你当然是可以放心使用，在云端都要小心。司法部强调 ，DeepSeek 3种使用模式，包括手机 App 还是联想中国网页甲开关网站下载模型，也毋过使用 AI 相关程式，拢有风险，像资料外泄甲错假信息传播，袂当无细致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工作法，可以取得伺服器里面所有的资料，当它需要的时候，那这个是系统性的风险。如果是云端的版本，我们是不同意政府机关把机密性的资料放在上面。另外，政府限制公务机关禁用 DeepSeek， 不过一般民众并无受限。专家都提醒，手机下载 App 各自开放外泄。对话的资讯，还有你的 Google 登录的账号的这些资讯，也都会被这 DeepSeek 官方做记录。开源的网站下载的话，那你下载下来就等于是你是在玩一个单机游戏。如果是下载模型32比以上的话，就要更高阶的显示卡，一张可能要100多万的，这是企业级的显示卡。另外，毋那是 DeepSeek， 黄岳南表示，已经要求公家单位禁止将机密资料上传 ChatGPT 云端。另外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完实施 TikTok 禁令，台湾敢是要缀咧做？黄岳南认为，爱观察川普动向。那美国要 TikTok 无排除使用可能，目前有关于政府颁布的各机关对危害国家、主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管制实施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